喂，大家好啊！今日呢，我们要用庄子的超强智慧，将你想捏的方法来个180度大反轉。準備好未啊？我們即刻開始。嗱，我好朗好多同學都識有過呢個經驗。阿媽一衝人你間屋，見到你啲模型啊、漫畫啊或者啲舊 game 帶，即刻開咗個思考公模話：喂，呢啲全部都係垃圾嚟㗎，快啲同我接咗佢！但係你心裏面一定係喺度吶喊，呢啲係我嘅寶物啊，點可以掉嘅㗎？係唔係？其實咧，你同你阿媽呢場關於廢木丁寶木嘅是非大戰，你又知唔知原來早喺2000幾年前已經有人拗緊㗎啦？咁究竟個標準係咩呢？好，那一場辯論的兩位主角呢，就是惠子同埋莊子。你可以想象下，惠子呢，就好像一個超級實際的人，我們今天會叫他做功利主義者，總之就是覺得一個也無用，就等於垃圾。而莊子呢，就完全相反，他是一個創意爆棚的思想家，在人家眼中的廢物，他反而可以看到無限的可能性。個故仔係咁樣開始嘅，有一日，惠子就走去問莊子，係咁呻，係咁吐苦水，佢話：哎呀，莊子啊，個惠王之前送咗啲大葫蘆嘅種子俾我，點知種出嚟個葫蘆，哇，鬼咁大個，大到就咗大戶話，但係又重，又完全唔知點樣可以點用，真係激死喎！嗱，你聽下惠子嘅理由，又好似幾好理喎。佢話呢個葫蘆大到有成壺食咁嘅容量，但係你用佢嚟裝水啦，又唔夠認證，可能裝滿水自己就爛咗先。OK， 咁唔裝水，切開去一半做水河，即係水漂啦。點知又太大又太平，根本就舀唔到水喎。所以佢嘅結論係咩啊？就係呢嚿嘢完全冇用，拍爛咗算數。喂，你聽完青慶係咪都覺得好有道理先啊？點知呢？莊子聽完之後，唔單止冇人同佢，反而笑一笑，好似同佢講：少年你太年輕啦，朋友你睇嘢太表面啦，諗嘢唔可以咁死板啊！莊子真寫意真見血，一句就篤穿個問題核心。他話：夫子固搓於用大也。翻譯返就廣東話就係：老兄啊，根本就是你不識得用大嘅嘢啫。可仲係惠子嘅心嘛，是有朋之心，咩意思呢？這句話，你個腦好似生滿晒啲雜草咁，塞住塞，搞到你完全冇晒想像力。好了，講完個問題是在邊，莊子就要開始他的神級反駁啦。他要教一教惠子，點樣可以跳出個框框去念呀？不過喺聽佢點反駁之前，我哋要先了解下莊子嘅一個超強絕招，就係寓言笑理。佢呢最叻就係唔會同你長篇大論講道理，而係講一個超得意嘅故仔，等你自己去諗通嘅道理。呢個就係佢嘅 super power 啦。好，莊子就講咗個故事，叫做不爭歸宿之憂。佢話有宋國有家人，佢哋世世代代都係靠飄氏思想主義為生。佢哋有一條秘方，可以整有一種藥膏，擦咗之後對手就唔會因為冬天浸水而爆差。但只係呢，佢哋世世代代都係靠呢個藥膏去賺嗰少少錢。有一日，有個好醒目嘅客人知道咗呢條秘方之後，就出100金買咗佢。跟住佢做咩呢？佢唔係自己用，而係將條藥方獻俾胡王。胡王當時正要同越國打水戰，用咗呢支藥膏之後，啲士兵冬天喺水入面打仗，對手都唔會凍傷，戰鬥力大增。結果胡國大勝，而呢個客人呢，就得到咗一大塊地做封賞。你睇下，係咪好誇張？明明係同一隻藥膏，但係用法唔同，個價值可以差天共地。所以莊子就用呢一個故仔嚟點醒惠子。喂，個問題根本唔係個好撈太大，而係你嘅諗法太涉着啦。佢跟住反問惠子：
你點解唔諗下將個葫蘆綁喺身度，當佢係個救生圈咁喺江鼓上邊浮下浮下，幾咁逍遙自在呢？咁惠子聽完咁即係冇負氣啦，要對莊子講埋啲嘢離晒地。於是佢哋就開始咗第二場辯論，而呢個場辯論呢，就帶出咗莊子思想裏面一個最核心嘅概念。惠子就串莊子啦，佢話你講嗰啲嘢又大又冇用，就好似我屋企附近有棵叫柱嘅大樹咁，棵樹個樹幹有多吉搭，啲樹枝又彎彎曲曲，完全唔直，伸喺路邊，啲木樁行過，望都唔望佢一樣。你啲所謂道理就同呢棵廢木一樣。面對惠子呢咁我咁尖銳嘅挑戰，莊子就拋出咗一句流傳千古嘅金句，就係無用之用，方為大用。你冇聽錯，佢哋意思就係正正因為一樣嘢喺世俗人嘅眼光裏面睇起嚟係冇用嘅，佢先至能夠成做真正嘅大用。沙冇用先至係大用，咁得意嘅，聽落好似好矛盾喎。唔使驚，莊子即刻再講多個關於動物嘅故仔嚟解釋俾你聽。莊子就教惠子諗下啲動物，例如李舜，即係我哋今日講嘅紅鼠狼，身手好敏捷，跳得高，走得快，捉老鼠捉雞好叻。咁佢係咪好有用呢？但就係因為佢太叻，太有用，成日跳嚟跳去展示自己嘅技能，結果就好容易中咗啲機關陷阱，死咗。相反，你睇下隻胎牛，即係李牛，大到好似天上面救人咁，但係笨拙到連隻老鼠都捉唔到，咁佢係咪好冇用呢？但正正因為佢咁笨拙咁冇用，反而冇人會打佢主意，可以安安樂樂咁活到老。好，講到呢，莊子終於要將無用呢個概念同佢整個哲學思想嘅最終極目標連接埋一齊啦。我哋翻返去講惠子嗰棵佢口中嘅廢木柱樹。莊子話：你諗下，正正因為呢個樹對木匠嚟講完全冇用，唔可以拎嚟做家私、做材料，所以先至唔會俾斧頭斬斷，即係何不休見苦。咁樣佢反而可以保存自己嘅生命，一直生長落去。所以呢，喺莊子眼中，冇用先係一個真正嘅保護罩。點解咁講？因為你冇用就唔會俾人利用，因為你冇用，你可以保存到自己條命。咁樣落去，你反而可以得到真正嘅自由，可以純粹咁樣去享受生命本身嘅樂趣。而哪種境界，就寫莊子那本書第一篇的標題叫做逍遙遊。免使逍遙遊，就是一種精神上絕對自由的狀態。你的心靈無再被那個世界所謂的成功、失敗、有用沒用這些標準綁住，就好像過棵處樹幹，你將它種在一個很廣闊、很空曠的原野上面，根本沒有人會理它，沒有人會來傷害它，你終可以在它的樹蔭下面自由自在的樣子睡覺、休息。那個就是莊子追求該的最高境界。所以莊子教我們的一個最關鍵的一點，其實呢，就是真正的自由啊，不是要去改變你身邊的環境，而是要改變你的心態，要由內心掙脫那些世俗價值觀的束縛。好啦，聽完莊子同惠子呢是咁精彩嘅辯論，我哋不妨都靜落嚟問下自己，喺我哋自己嘅人生裏面呢，我哋每日咁努力去讀書、去工作、追求緊嘅，究竟係好似李專嗰種好叻、好用，但可能好短暫啲有用，定係好似危牛同柱樹咁睇落好似好冇用，但其實能夠保存自己、活得長久自在嘅大用呢？呢個問題呢，真係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慢慢去思考。